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4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丁雅俊。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张爱公投甲罢免案投票结束，总统赖清德有出面回应，讲会调整检讨内阁，新的人事布局上计可能伫咧明仔载就公布。第三场的公投虽然无通过，不过同意票有到434万票。总统赖清德也表示讲，伫确保安尼条件之下，袂排除先进的黑零。有接车队去南投的万代溪要撩溪，结果其中一只车煞掉咧溪流当中，驾驶一个落车熊熊消失去，落尾有找到伊的遗体。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这张公投甲罢免案投票结束，总统赖清德就出面来回应，讲会来检讨甲调整内阁。唔过嘛表示讲有甲请示真济，甲个即个行政院长杜英泰遗留落来，因为新的内阁名单上紧可能伫咧明仔载就会对外公布。对于施政不足之处，执政团队会实时深自检讨，也必须调整改变。8月23公投甲罢免结束，总统赖清德亲身担位回应，证实会调整内阁，并且表示已经慰劳真济届请示的行政院长杜英泰。根据了解，反映高层过去一礼拜密集讨论各院的名单，上紧2号公布。能够妥善因应新的情势，然后新的团队、新的队形，能够更有力量，能够来解决问题。今晚传出经济部长郭志辉离职了后的会，是由行政院秘书长景明欣接手，总统府副秘书长张顺涵转任行政院秘书长，卫福部长邱泰源、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可能变动，因也包含内政部长刘世芳、交通部长陈世凯、环境部长彭启明、金管会主委彭金良等等的留任，但是在野党批评相关的人事布局无新的想法，也无诚意。这次内阁小幅的改组，还是在小圈圈里面用人，为此大风吹，守成有余，亮点不足，完全看不出来对选民的谦卑，对施政的检讨，跟人民的期待仍旧有一段很大的差距。你说法务部、教育部，你们还是未留，刘世芳随便乱讲话，这些都不适当的。这次政府的改组，我是不看好，也不寄厚望啊。大罢免虽然是公民团体所发起的，但是执政的成效也仍然一定会影响到选民投票的意向。所以呢，民进党必须在未来回应民意的期待。民进党立委坦白讲，唔内阁还有新的气势，伫党部甲党团也应该改革，才当回应民意的期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除了这内阁要来改组，伫咧民进党内部也是咧发声讲，应该爱来调整运作。其中发起大罢免的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就互人点名应该爱来担责任。另外，伫咧国民党这边，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宣布要来交接予台中市长罗秀燕，这也是引起因党内的议论。人民的声心，身为总统，我一定会诚心倾听，铭记在心。726、823两波罢免案失败了后，执政党话讲要随检讨，不过赖清德无辞去民进党主席，杜英泰要留任。大道体制无叮当，被看作是大罢免发起人的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明，将是大家攻击目标。开票迄天点点出现新竹县党部无加讲什么，不过立法院新会期就要开议啊。民进党内部相关认为，党团运作一定会做出调整。柯总召的这个经验与资历，其实是民进党内非常重要的资产。那他的地位其实也是无人可以取代。柯建明总召，因为他自己曾经说过，大罢免就是他发动的。现在民进党派系可能用秦王的方式，找另外一个战犯来帮赖清德卸责。原来国民党方面处理两波胜利了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话讲交棒给罗秀燕，看起来是水开落台。不过身为罗秀燕呢，在台中驻地兵却是认为两个人恐惊爱多多沟通。我们时常在讲重经济拼民生，我想我们刚经历过726跟823的大罢免，这个时机点谈论到国民党党内，尤其是党主席的选举。不一定是国人所关注的。我们党主席的制度不是指定接班制，所以说未来任何有需要希望能够选这党主席的人都有资格提出他的这个申请，那让大家一起来竞选。你要不要出来当桥人？下一位陈以农贤士市长，他的意愿我们都尊重，他未来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
对着国民党有什么人来领导，民进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尊重祝福，也强调伫推动富国利民的政策甲法案顶面会继续来合作。记者综合报道。昨要举办这核三厂敢要停放的公投，结果虽然是无通过，也毋过这同意票有到434万多票，遮尔啊多。总统赖清德也表示讲，伫咧确保核安的条件之下，是要排除使用先进的核电，互供电会当稳定。因那台电是预告讲，因会依法来启动基础的安全检查，佮向社会来个报告这进度也佮有风险。核三厂重新启动的公投落幕，最终同意票434万1432张，无同意票151万1693张，由于无达到公投法的标准，结果是无通过。总统赖清德23讲尊重这个结果，也讲到三大条件之下，无排除先进核能。如果未来技术更安全，核废料更少，社会接受度更高，我们并不会排除先进核能。核电的发展下一步引起关心注意。根据今年修法的核管法，核电厂重新启动需要核安会定出安全审查办法，并且台电依照办法自主安全检查，台电也有个会付诸行动。现在没有办法对它的安全下定论。那台电要做的检查就是依照执法的项目去做相关的一些，包括受理、包括这个老化分析、包括重启、包括地震的评估影响等等，那些都做出来之后跟国人报告的。台电讲，法规公告了后，会启动基础自我安全检查，对安全市场、成本甲经济性等进行综合评估，并且以确保核能安全为上大的前提。因来即阵优先对核三厂做检查，未来则阁考虑核一厂、核二厂。不过，对着未来可能发展先进核能，各界议员是有疑虑。未来当然新核能技术绝对可以满足总统他昨天晚上的一个宣示，可是我更在意的其实还是既有电厂的需要，尽快让它重启，是解决眼前的问题。先进核能它其实技术并没有真的很成熟，为什么我们要去花力气去赌一个可能有很大的风险，但是还技术又没有成熟的东西？因为觉得说很先进的东西我们就要，就是为什么要去承担那个风险？环保团体质疑先进核能技术也未成熟，风险大，因为台湾地税人多，若发生核子事故，恐惊影响真大。或者是建议讲，先进核能用真多，长远的考虑，对其他也是有办法来解决这能源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大罢免全面失败了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提出5项改革的诉求，也呼吁大家赶紧来放出前台北市长郭文哲，也有涉嫌伪造罢免电视的国民党党工。总统赖清德是回应讲，应该爱来尊重司法独立。因国民党党主席黄国昌就批评这司法独立早就是台湾上大的笑话。我们要郑重的呼吁，即刻释放被政治收押的柯文哲主席及国民党党工，用公平、公正的审判取代押人取供。8月23罢免甲公投的结果出来了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提出5项改革的呼吁，也发声马上放出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甲国民党的党工。不过总统赖清德回应，政策会使对外合作，但是司法独立要尊重。司法独立早就成为台湾目前最大的笑话了。今天赖清德总统竟然还有那个脸面，跟全体国人说黑手没有介入司法。民进党主席黄国昌批评司法独立早就成做台湾目前上大的笑话。吴思瑶是认为讲，客投票的胜利来进行政治威胁，搁伫遐烧钱出价，民主红不加这款行是台湾真大的悲哀。司法绝对不应当是政治交换的工具，司法不能拿来作为政党和解的筹码。蓝白的主席如果一再的把释放柯文哲作为政治上的竞相喊价的一个标的，我认为只是误用滥用了民主。吴思瑶强调，国民党赢罢免，但是无代表朱立伦会当开喙要求赖清德总统公然干涉司法。对8月23投票的结果，是谦卑接受民意的选择。因那民进党这边需要强化伫政策面甲对内的整合、对外沟通，这才是伊改图8月23甲7月26两场选举结果的意义。高市新闻采访报道。
国际消息来关心到，这极端气候引发的灾害是愈来愈严重。伫咧非洲的国家几内亚，因为透暝咧落大雨，造成水崩山，至少16个人死亡，10个人重伤。另外，伫咧西班牙是因为当着热流称高温，有真侪只火烧山是已经烧2礼拜，到今才有法度来控制火势，不过嘛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 尸体互人讲出来，救援人员继续伫放弃的厝内底，看敢阁有人活咧。西非国家几内亚因为透暝上大雨，熊熊崩山，大量的土石崩落来，甲附近的砖头、计强20口罩全部抬起来，真侪居民袂赴逃走，造成至少16人死亡，10人重伤。Ini rawa ko ke bobo menda yo. Malado. Nama ya lila. Bobo mengaldo kodu. 今年5月到10月是几内亚的雨季，因为当地排水系统无周治，只要落雨，居民就面对崩山、土石流的威胁。几内亚总理表示，死去的人实在伤济，会尽全力搜救。另外一方面，受到热浪的影响，西班牙各地计共13个树林火烧，已经烧2礼拜。 根据欧洲森林火灾资讯系统统计，超过40万公顷的土地拢乌有去，这是自2006年以来，和野火相当的上快的土地面积。原来这波野火已经造成4人死亡，一直到23，当地政府宣布，这场灾害已经差不多拢有掌握。 Estamos hablando de 160 kilómetros de perímetro y tiene mucho trabajo por delante. Esto nos costará días, incluso me atrevería a decirte que semanas, para rematar completamente este incendio. 根据了解，这几天西班牙大约有3400位陆军甲50只的飞行机伫全国咧拍火，另外包含捷克、芬兰、法国、德国甲荷兰等等的国家也出动数百名的消防人员、消防车甲飞行机来协助救灾。高市新闻新路陪朋友。 镜头搁转来看，咱国内有民众驶3台吉普车，昨去到南投的万代溪，讲要撩溪，结果其中一只车煞是掉伫咧溪流当中，这驾驶一个落车就熊人规个无去，其他的人是赶紧来报案要搜救，落尾是不幸找到这个驾驶的遗体。另外，伫咧台2一线新中环公路有一口肇事的人，驶车要落山，煞是去撞到树仔，搁摔入去山坎，好在警消有顺利救到人。 溪水岔流南投门一直咧强，汽车是规只已经要沉落去。搜救人员找2点钟，伫车门边找到28岁姓孙的驾驶。警消车怪手来挂锁啊，开始救援。代志发生伫23中昼，有3只吉普来到南投县万代溪、马井溪。姓孙男性驶第一只车探路时，卡伫岔流，落车看情形准无去，做伙去的朋友马上报案。搜救人员开2点外钟找到姓孙的男性，但是已经死亡真久，警方会进一步调查，报车检察官上验。受困之后，同时下车后，就副驾驶的女性说。 就是一回头发现男性驾驶已经消失在他们那个车子旁边。那寻获孙姓驾驶人时已明显死亡，全案后续将报地检署相验厘清死因。大家慢慢来。 信义乡第21线新中环公路23下晡是发生车滑落去山谷的意外，48岁洗出的驾驶洗车载翁甲2个囝落山，无细致弄到树仔，规只车滑落100公尺深的山谷，掉伫树丛，30位消防甲义消赶去救援。经检伤呢，市民这个民众呢，意识均清楚，那身上多处擦挫伤。 消防人员伫顶面用锁仔甲因救起来救援，开门2点钟，甲4个人救出来。因规身躯有真侪刺伤，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送病院治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即马伫真侪室内、室外公共场所，也包含着公园，拢是禁止食薰的所在。因过昨伫咧嘉义市，是有一个查甫人去到公园的儿童游乐区伫咧食薰，其他的家长看到就叫伊唔通伫遮食薰，说互即个查甫人扇喙皮，甚至是用安全帽仔来牵。警方是依照伤害定罪来甲即个查甫人送办，卫生局嘛要针对伊违规食薰的行为来甲伊罚钱。 穿黑色顶衫查甫人对穿卡其色短裤的家长扇喙皮，也摕安全帽拍对方，互即个家长起家一直话讲要报警察。跟他说啊，你要抽烟，那你这边很多小朋友，请你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吗？然后没多久他就开始来跟我口角，然后到最后就开始动手动脚。
然后拿安全帽打我。这姓王的家长讲，伊二三带囡仔到家己市，欢乐到公园佚佗，看到穿乌衫的四组查甫人伫囡仔佚佗区食薰，甲伊讲去较远的所在食，继续互伊妈甲拍。警方接报了后，赶紧到现场阻止冲突，并且甲这四组查甫人送回警察局。动手殴打被害人，并说不要让我知道你住在哪里等语。被害人提出相关告诉，朱姓涉案人依刑法伤害恐吓案，已请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检察署侦办。欢乐到公园是卫生局打广告禁止食薰的公园立地场所，全区禁止食薰消息伫网络传出来了后，为少当地人接受，公园定定有人公开伫遐食薰。记者李时也伫现场看到有人食薰。你在一堆小朋友那边抽烟，谁看到谁都猛生气。但为什么小朋友要吸你的二手烟？应该是直接把小孩带走。市民认为，伫禁止食薰的公园，特别是囡仔佚佗的所在食薰是真唔好的。卫生局回应会依照薰害防治法，对四组查甫人裁罚2000到1万不等罚款，也会派人到公园巡查，加强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府伫咧11当前是争取到这华东基金，要伫咧万英乡来起做温泉会馆。因过因为无先做可行性的评估，到当时拢无法度来起这个温泉会馆。后来佫开2000多万换起浸卡池，所以因为这水权无合法，互人停工，到当有关是无法度开放。这是花莲万英乡的林田山文化园区，真侪游客拢听讲，这有温泉想要来体验一下。不过到现场才发现无开放，不管为安怎，这个温泉的计划执行遮久拢也未完成。不过姚民众认为讲，应该等实施完成了后再来开放。他可能考量的因素有很多，计划执行10年，等它更完善的时候再开放。会可惜，因为觉得说你现在建好了，就是给那个游客来使用这样。审计部更干是认为这样计划根本是头壳大新，点名官府无完成可行性评估，那会使就提报花东利基的计划，争取6000万块经费，造成这个计划无法度执行，最后提案。2019年，公司佫再提出计划，才会先起泡卡池啊。它是变成说泡脚温泉会馆做不成，然后就是后面规划先做泡脚池这样子。后面温泉会馆在乡长的蓝图里面，还是要继续推动。还有代表会他们的要求会还是希望成型，还是会继续执行，会继续推动了。不过去泡卡池啊，伊个因为无及时办理温泉开发，使用计划书变更停书顶，造成整体工程伫去年1月奉下令停工，并且封止。今年才提到这个完整的开发证明。预计要什么时候要开放？预计9月份、10月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等周边的整个把它设置好这样子。官府官员处是强调会检讨审查的机制，并且强化这个沟通管道，主要是以新开放泡卡池为主。后续温泉会馆是看到兴建的部分，也协助来争取经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这几天啊，全台湾拢是好天烧热，高温拢有到32至36度，甚至大台北地区甲桃园有热到37度。所落来一礼拜，同款是要注意这款的高温过头，可能会较熬到西北风。因为这个中度风台减移，目前是直直往海南岛甲越南的方向去，对咱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日头赤炎炎，你是徛伫台北街路上，敢若伫航路共款，就连车内风拢是烧的。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整体环境相对稳定，各地高温普遍是伫32度到36度。大台北甲桃园更加有机会出现37度以上极端的高温。气象署提醒，伫偏东风沉降明显的情况下，这2天依然要特别来注意高温。在今天的桃园以及大海北地区，也都不排除来到紫色这种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情况。另外，偏东风比较偏强，容易出现在高温的区域，也会往平地市区推哦。所以在中南部的这种平地地区，也都不排除有机会来到35甚至到36度的高温。未来一礼拜天气继续稳定，不过中昼前后，这日头依然是真强，出外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卫福部统计，今年7月到8月2日，全台湾已经有1068人次因为上海就医，也是要小心注意来防范。下礼拜暂时增强为中度风台减移，就是正向海南岛甲越南一带来移动，对台湾来讲是无直接的影响。以未来的路径来看的话，还是持续的向西，将会通过海南岛南边的海域，再进入到中南半岛越南这一带，所以对台湾来讲的话是没有影响的哦。未来几天除了天气真热，水气嘛会增加，午后雷阵雨情况会更加明显。26到30，东部、东南部甲恒春半岛开始出现局部短暂阵雨。
关南北海岸、东北部甲大台北山区的可能有一寡散散的落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好天为主。不过中大起了后，桃园以南又要注意一个局部雷阵雨。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去年咱国民平均是活到80.77岁，查甫人是77.42岁，也那查某人是84.3岁。那对于各县市的资讯来看，平均岁数上长的是伫咧台北市。不过面对这款超高龄的社会，社会团体也呼吁政府应该是要愈来改善偏乡的医疗甲交通资源。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而且老人寿命愈来愈长。内政部23公布，去年113年，咱国民众平均寿命是80.77岁，比前一年增加0.54岁，其中男性77.42岁，女性84.3岁。那甲亚洲国家比，台湾平均寿命比日本、新加坡甲南韩低，也毋过比中国甲马来西亚悬。我觉得台湾医疗做得很好。对，就是整个就是医生看诊什么都很贴心。可能是中老年人之后就会比较注重养生这一块这样子。内政部指出，虽然人口继续老化，也不过因为新冠疫情甲糖尿病死亡人数比前一年减少。113年，咱国民众死亡人数是20万1千多人，比前一年减少3800多人。进一步分析各县市平均寿命，以台北市83.4岁上悬，台东县75.97岁上低。台东县居民平均寿命比台北市居民少活7.43年。城乡的差距啊，所影响到交通的便利性。还有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的情况下，初期的诊断跟诊断之后的医疗的有效性，这些都会去有所影响。内政部表示，国民平均寿命是衡量整体社会经济福祉、甲国家竞争力评比的重要统计指标。社会团体呼吁政府爱投入偏乡基层卫生所能力甲资源，解决全国性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另外，因为少子化、高龄化趋势，大基长辈愈来愈多，爱鼓励长者加出门甲人互动，对减少孤独感甲老人就会有帮助。安尼才会当互长者活得老也活得健康。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对1958年开始画漫画，自觉树龙是台湾本土的红仔册代表作之一，也有去做台语的电影。即阵也伫咧家己来放送，带大人囡仔做伙来认捌自觉树龙这部台语的本土漫画，保存台湾的文化。囡仔甲自觉树龙的大神人啊，做伙表演电影内底剧情。自觉树龙文化艺术基金会来到家己，用台语来放送自觉树龙的电影，看到较早红仔册内底英雄角色，真侪长辈都感觉真欢喜。自觉树龙是我囡仔时一直梦想见到的人物，啊，因为一段时间拢无看到自觉树龙，结果即马电视看到，甲电影看到，互我感觉足欢喜，我无法度形容的欢喜。感觉想到过去啊，囡仔咧看，啊大人对咧看，感觉足趣味的。除了电影的放送以外，自觉树龙文化艺术基金会阁向大家来绍介动画制作的过程，甲自觉树龙作者的背景。基金会表示，透过台语自觉树龙电影的放送，然后长辈较好来感受以前的回忆，嘛互即摆囡仔顺续来认捌台语的趣味。带阮囝来看阮爸爸细汉看的漫画，甲因即摆看的拢无共。嘿，以前的漫画拢较有意义啊，台词啊，甲即摆。真的差得多。以这个台语版这长辈最熟悉的语言来播放，一方面呢能够促进就是我们的母语教育，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又能够串起代间的教育。阮爸爸一定感觉真欢喜，会当从伊足熟悉上母语来播放这出电影，希望家己拢会使听到爸爸妈妈讲的话。中华专营教育协会表示。自觉树龙是本土红仔册代表作品之一，也是真侪长辈成长的回忆。透过电影的放送，我若要来推广甲保存这个台湾的历史，嘛希望替长辈甲少年囡仔之间带来同款的记忆甲话题。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无理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个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30度至37度。中部地区30度至35度，
南部地区30度至39度，东部地区29度至33度，一个外岛地区28度至34度。咱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丁雅俊，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